这不是咱长老会哦，是全世界教会，包括天主教，哦，3年一届，3年一轮，哦，有安排经文，哦，每一周要讲什么，啊是叫教会咧，吼，啊上简单的讲法就是以圣诞节甲过活节，诚做2个中心，吼，啊所有的经文照这来排。啊，咱知影圣诞节进前有几礼拜是代降节，4礼拜，吼。啊那是过活节以后有40天，7周，吼。啊，讲是复活节以后的第1主日、第2主日。咱这个礼拜是过活节以后第几主日？第5，吼。那照安尼一直排来，就是一档52礼拜，按照教会咧，来安排，每一周要讲到的经文，吼，然后一周大概有4段经文，3年一轮，吼，3年会当甲圣经的经文大概不是全部哦，吼，大概讲完一遍，吼，所以咱个人教会第2礼拜会讲到是叫经课表。那下晡华语礼拜是按照一卷书、一章一章讲下来哈。伫到拜2、拜3，我还搁咧想讲，要改过来无吼？因为教会里面没有母亲节吼，所以也经文袂去安排母亲节的经文。后来想想啊，算了，还是照那个经课表哦。咱呢？周报封面就写个跟母亲节较相关的一个题目的好啊吼。那今日咱的经文来到彼得前书第1章第20到第10节，吼。这段经文伊是咧讲什么话吼？一开始伊就讲，因为为第20节开始吼，讲咱爱亲像拄啊生。婴啊，心无介需要心灵专的呢吼，爱慕纯洁的灵奶吼。伊是安怎会用拄啊生的婴仔做比喻吼？因为伫彼得前书第1章，伊有讲到，恁遮的信徒，就那亲像重生吼，电头生的人共款。毋是对会败坏的种子生的，是对迄个未败坏的种子，伊是咧讲上帝的道哈 ，logos， 咧讲上帝的道。即马所以第2章开始，伊就讲恁爱亲像吼拄啊生的婴仔，吼，爱羡慕这个呢，到这里有点跟母亲节有关系了吼，硬凹，爱羡慕。这上帝的道，吼，互恁会当对成长到得救，从成长到得救，吼。咱若无注意去思考吼，伊安尼讲的时阵吼，介正常，从成长到得救。毋过吼，各位兄弟，你去想一下，咱若是对保罗。伊出他的新学，这句话是怪怪的，因为从成长到得救，安尼得救啊未？得救啊未？伊讲恁爱羡慕迄个上帝的道，那亲像拄啊生的婴仔，去羡慕伊的灵奶共款，好让你们会当对成长好。会当互恁成长，直到恁得救，into salvation。安尼的话是恁得救啊未？听起来未呢？毋过若照保罗伊的新学的讲法是，你若重生，你就安那？你就得救啊，对无？所以照保罗的讲法，应该是这样子：重生得救，然后才怎么样？成长，然后可以安那？真做成，有听有我咧讲啥无？
有吼。各位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吼，咱俩做圣经的讲法拢同款，好66卷，尤其27卷新约拢同款的意思，拢同款的讲法，其实唔是，吼，其实有侪侪无同款的角度，无同款的解说，在讲咱的得救，在讲基督徒的性命。其实圣经本身的很多元，吼，无同款的讲法，唔过拢是对的耶稣基督在讲的。在教示的非常的不一样，好，不是这个档案，好，我应，咱看这个，我要画什么图吼？这个若无字吼，恁听我的台语来听甲较认真听甲听有哦。之前我为什么要讲到用 PowerPoint 的是？恁看到伊就知我咧讲啥吼，这个恁爱较认真的吼。我画这一条线，代表一个人的生命吼。哇，还啊弄不出来，无影我解说吼。这个星星代表你出世呀，出生了吼。啊，箭头最后面呢？啊，你离世了，好呵。啊，你。这一条线的中间吼，如果有另外一个记号，说你重生，你知影啥意思不？就是永有一点，你得救啊啦，就是你认识耶稣基督，你重生，安尼讲怎样意思吼？好，像我问你出生是这个星星，中间有个记号，你得救了，然后到最后你离世了，你离开这个世间，你什么时阵得救的？各位现在讲的是第一代基督徒哈，你出生好到20岁，你信主重生洗礼，一直到你死，好，你什么时阵得救的？不要不理我，快点，什么时候得救？出生的得救，就跟你说20岁才洗礼。哦。有无同款的想法？什么时候得救啦？20岁的时候得救，好。各位你有在思考不？还是现在10点半开始发呆？什么时阵得救的？各位咱若要看圣经所教示的，这不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哈，这是一个整个来看哈，会怎么解释？因为圣经讲上帝什么时阵拣选你的？上帝什么时阵拣选咱的？当时，未出世的呢？创世之前呢？不只是你未出世，是创世之前，是代表有时间进前，上帝就已经安那，就拣选你啊！因为上帝是超时间、空间的存在。他拣选你不在时间以内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，在你出世之前，你就得救啊呢。不过，在你的经验，你出世了，你20岁才得救，对不？好。可是你20岁得救，重生信主、洗礼、重生，代表你已经完全了吗？你完全了没？未呢。因为你还未到主过来嘛，对不？是不是？人讲咱天好主过来，咱会当有一个什么？个活的生命，是不是？有个复活的身体，那个时候算得救吧？你们会很疑惑的眼神看我吗？所以，当那死了后，我们死了以后。其实，咱的性命进入永恒，所以那个时候是得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我要借这个机会跟咱讲，有当时咱若拢干那抓保罗的神学，咱会去认为讲，我什么时候得救的？20岁开始成长，走成圣的路，一直到死。这个其实
刚才讲到时间轴下面的观念尔。啊，毋过若要对上帝的角度来看，迄是超过时间空间的角度来看，你的得救毋是这个意思。你的得救是，你伫出生之前，上帝就计算你啊。你伫过世了后，你甲上帝完全结连做伙。这整个过程是什么？得救。好，这整个过程规过程。确是一个得救的路，所以各位兄弟，咱真做基督徒，咱千万唔通想要分段，还是讲想要这个时候我可以休息一下了。我这个时阵做基督徒做30-40天、50天去啊，吼，我的功力已经安那，功力深厚，作战指数嘛安那，这管吼。毋是，各位兄弟，咱拢抑阁是伫迄个过程中间了尔，都在过程里面而已。伫彼得前书内面咧讲的，迄个恁亲像拄仔生的婴仔，要爱只爱食迄个灵奶，只爱食迄个呢。甲保罗咧讲的，保罗曾经教导过你们不要。只是喝灵奶，要吃什么？搭假蜜，好，那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哦。保罗是用这个例子在讲，恁在成长，唔通干那要食呢？在食迄个食物较会大汉。毋过彼得前书唔是在讲这，彼得前书在讲，恁在爱羡慕上帝的道，上帝的话，那亲像咧搭拄仔生的婴仔。好，这爱食那共款，所以各位兄弟，伫咱真做基督徒的性命内面，迄个过程一直都是得救的过程。唔通想讲哦，我已经比别人较厉害啊，我已经比迄个非基督徒哦较宝贵啊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一直都还在过程，抑阁在学习，还是在成长。好，那从下面就没有 PowerPoint 了。恁在这真足听我的台语。讲到这了，伊讲，因为这拢是照着耶稣基督，所以伊讲，恁大家来到基督徒，恁大家来到耶稣基督面头前，伊是活石活石，伊是活石。这个活石是人所起杀的。好 ，mortals 人起杀，啊，毋过上帝安怎甲拣选，真做珍惜伊介意。啊，这个活石要真做防脚石，吼，咱台语讲是触角头要紧的石，触角头迄个头地头一粒的迄个石头，这个可能就要问苏长老了吼。因起厝的时阵，因实在先设立迄个石头，作为最基础的防脚石。啊，其他的石头拢爱照迄来摆咧。我说，主耶稣基督，人看伊是无重要的，伊是去用气杀迄个石头，毋过上帝拣选，珍惜真做上重要的石头。哎，伫遮有一个问题问，这是为以赛亚出来的吼。他们到新约常常引用这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人弃杀，人把他丢弃的那个石头，那个人是指什么人？各位兄弟，各位兄弟，我问的是问题，问题就是有个问号在后面，然后等待你们怎么样回答。好，第二，不要客气。那个人丢弃的石头。”上帝甲拣选起来，真做防脚石。人是指什么人？啊？什么人甲凳去上？谁丢掉的？不信的人，信不信？不只是指不信的人啊，是在指谁？犹太人、以色列人。好，因无接受耶稣，真做因所听候迄个基督，
弥赛亚，人所去杀的，啊，毋过上帝精选真最这顶小的房角石。各位啊，这样有时候我们读圣经，然后这个时代21世纪，不管了哈，就是从初代教会以后的时代，迄是甲初代教会因在写圣经、因在写这的书卷的时代的看法是无同款的。像彼得前书家，伊咧讲的人，伊是指犹太人，不是指世界上其他一切不信的人。不是讲恁家无信耶稣的人，你甲当作没有用的石头丢掉，然后他是我们基督徒的房角石，不是咧讲这个意思。伊是咧讲，当迄个时阵，犹太人因在听候弥赛亚。啊，毋过耶稣基督，耶稣出现了，因无甲耶稣当作基督，因无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犹太人甲这个石头啊呐，甲耶稣当作无爱治的石头钉去杀。啊，毋过无拍算，这个是上帝所拣选的房角石。各位啊，这个都是针对犹太人甲基督徒在讲的话而已。我想要被公正吼，到最后面，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一些。好，咱唔通甲俩这讲这些的美不信的人，不是，他是在责备什么？犹太人是已经有上帝话伫因中间，啊，毋过因竟然看不出来耶稣是基督。重点在讲这个。这条经文后面搁写，恁嘛是活石。基督徒，我们也是活石。啊，咱这个活石要摕来创啥？伊讲要起造，圣经讲3点，吼，讲要起造最圣行的厝。那我们就是圣殿，吼，我们人哦，咱基督徒是圣行的厝，要加最圣的祭司班。我们不但是圣殿，我们还是什么？祭司。不只是安尼，来献圣行的祭，是对耶稣基督和上帝欢喜接纳的。就是说，我们其实也是祭物。好，咱和上帝当作是活的石，要来起造上帝圣殿，要来成做上帝的祭司，啊嘛要献上参与献上。上帝所欢喜的祭，这个是讲这个话，你也能知影，彼得前书的对象一定是外邦人基督徒，一定是外邦的基督徒，就是本来不是犹太人的，才是一群人，已经成做基督徒啊。即马彼得前书所讲的这话，拢是旧约的时代对犹太人讲的。圣的祭司班、圣行的厝，迄拢是对犹太人讲的。啊，毋过即摆是对即班，就是称作基督徒的，因无一定是犹太人。这是一个新的传承。好，所以到第七节上尾的时阵，到第9节上尾的时阵，已经做一个总结啊，就是讲，独恁是拣选的族，是王，也是祭司，是圣行的国，是上帝家己的百姓。尤其这4句话，好，你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。是君尊的祭司，是神的国，是神自己的百姓。各位看这完全从拢是对古约供出来，好引用出来的。好，有的是从74译本，有的是从马索拉经文，拢是对古约引用出来。这标明什么人？各位看本来这些名称拢是在讲什么人？讲以色列人。犹太人，他们是上帝的所拣选的，独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，
是伊的国，是伊的祭司，啊是伊家己的百姓，这拢是咧对犹太人讲的。啊，毋过即马完全是咧讲基督徒，所以伊甲基督徒的地位提升关到甲旧约的上帝的百姓犹太人共款。各位兄这是咧讲什么意思？就是基督徒，你有很高的地位，仿佛伫旧约时阵犹太人是上帝的百姓共款。犹太人真做上帝的百姓，其实是做一个无水、无够好的典范。他们的表现不够好。即马上帝一个新的计划，伫新约，伊互基督徒真做共款，迄个地位是犹太人的地位。安尼的话，各位兄弟，基督徒要想到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旧约的犹太人表现不好？因他们明明是在万国之中，伫万邦内面去由上帝精选出来，上帝的百姓，伊特别的国是无共款的一群人。啊，毋过因的表现无好伫对，这犹太人因逐工逐工，每一年每一天。不断献祭、守节期、守那个节期，啊，做所有的宗教的生活，尊敬上帝。是安怎？因的表现无好，至到拢灭国、灭亡了。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，因伤过抬高自己的地位、身份。无够谦卑，犹太人看外邦人袂起，甲外邦人当作是地狱的柴火。哦，迄是看比人甲袂堪钱。毋过这毋是上帝的意思，上帝要互犹太人真做伫世界的一个模样，要互世界的人看到。上帝所拣选的百姓，因的生活是无共款的。因会相听，因会听上帝，会听人。因要应该爱伫世界有一个最水的款式，互所有其他外邦的人看到上帝的百姓是无共款的，来亲近，来敬拜上帝。伫旧约，上帝拢无叫犹太人去传福音、去传教。犹太人只要做一件代志就好，就是伫世上活出上帝所交代因的款式。若要简单来讲，10条诫，互因去遵守。当因若真正对因的性命内面，对伊的心，安尼来遵守的时阵，伊的确会甲这个世界其他的民族无共款。啊，毋过犹太人是失败的，因的失败毋是因为无照安尼行，因的失败伊是因为因干那照字面的意思去行，因无真正活出一个听上帝、听人的一个上帝的百姓。所以当耶稣伊归纳所有的律法甲诫命，他得出两句话交代互伊学生，是啥物话？各位兄弟，就系安那，大家真心、真情、真意、真力听主你的上帝，是毋是？第二项咧，爱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啊，你讲厝边啥物意思？耶稣有讲得清楚，厝边是指有需要的人，你爱真做伊的厝边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已经
指明是安怎犹太人伊的表现唔对，表现无好。毋望这个新的时代的犹太人，就是新的时代新约的上帝的百姓，大家真正去实践听上帝，甲听厝边即款的生命的款式。啊，毋过各位兄弟，我真做基督徒，我真做牧师，我看咱教会历史，我毋是讲台湾吼，不只是台湾。我看咱教会历史到即马，咱家己徛起伫台湾的基督徒，咱无安尼做，咱甲犹太人同款，咱掠做咱家己的身份地位足悬，咱看轻别人，咱真正无因为咱听上帝，咱来听厝边。你讲敢有？你讲萨牧师敢哪有？咱敢有安尼？各位兄弟，你敢有看得起恁隔壁拜妈祖的阿嬷？你怎么看他们？拜三太子的迄个阿姑，拜关公的迄个阿姐，各位兄弟，你看他们怎么样？啊，你们都不讲哦，啊不讲我讲，我从小看不起他们呢，我觉得他们拜的是什么？啊？偶像哦，偶像还讲客气的，他们拜的是什么？邪什么？邪什么啦？邪灵是不是？他们是不是教鬼？信不信啦？哎，奇怪，你们跟我不一样哎，你们都比我宽容哦。啊，你们是假的啦，你们拜的是假的啦。各位兄弟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们的身份是高的，咱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族类，是尊君的祭司，是上帝的国度，是伊家己的百姓。各位兄弟，这个地位身份是悬的，要承认无？这个是高的哈。可是你，各位兄弟，如果是身份地位高的人，有一个责任是什么？你知影无？各位兄弟，对迄个地位悬的人来讲，有一个责任嘛，就是谦卑啊，就是谦卑。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谦卑的，各位兄弟，只有谁可以谦卑啊？只有谁能够谦卑？干哪什么会？你地位要有够悬呐！你回想，如果我们想象我们是保罗的时代，是亚述的时代，那哪是奴隶？奴隶有没有什么谦卑的资格？哎，奴隶有没有谈谦卑啦？你敢会讲哦？你这个奴隶好谦卑哦，哎呗，不会啦。你可能会说，那个奴隶的主人很谦卑，他对奴隶很好，很有爱心，是吧？因为主人的地位安那悬呐。各位兄弟，咱基督徒真做上帝的百姓，咱的地位绝对是悬的。啊，不过正因为咱的地位是悬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要表现得更谦卑。因为敢若咱有这个资格谦卑啊，各位兄弟啊。啊，不过真不幸的是，伫这个世上，伫咱的社会，那讲到宗教，你敢知影？人认为上骄傲，这个社会会认为信什么教的人最骄傲。我不讲，你们自己讲。最高贵、最骄傲的是哪一种宗教啊？各位兄弟，哎呦，拄啊好是咱基督徒。我常常讲那个，谁有资格温柔？各位兄弟，
谁有资格温柔？唔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温柔的呀。你要够强大，你的力量要够强。你有够不是够强，要够强，好了，要有够强。你的能力要够强，你才有资格温柔啊！你那是一个很弱的人，然后你表现得很温柔，那不叫温柔，那叫懦弱。台湾在中国面头前不是温柔，那叫做懦弱。安尼这样比喻就清楚了哈。你要够强，可是你选择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你选择宽容，那就是你的温柔。你要够高，你要有够悬。各位兄弟，有地位有够悬，啊，不过你选择平起平坐，迄是叫做谦卑。